迄个鸟鼠吼，鸟鼠咱知影吼，伊会走来走去，有诶鸟鼠甚至会走到老公吼，老公就是较早咱庄脚厝啊有无吼？迄个大娘下边啊，佫有老公吼，吼，迄鸟鼠有诶爬到老公顶去哩吼，事实吼啊，拄则黄美老师讲有真侪重要语词有无？拄啊讲到打桶，打桶吼，打桶吼。打桶是什么意思？打桶就是吼，迄个有当时啊，咱人入墓，入墓就是放入棺材内吼。入墓了后，棺材挂封起来了后吼，啊，要出去吼，要出山进前，有诶爱看日子啊，吼，看讲有下伊诶生肖吼，有下伊诶时日无吼。哦，迄有当时吼打桶着吼，久诶，我捌听过讲打桶着过外月一两个月拢有吼啊。所以迄当阵吼，迄个拢爱阁叫啥？叫迄个吼，就是讲咱讲做迄个吼，因咧会晓来师傅啦，拢爱叫因爱来巡啥？你敢知影？巡迄棺材吼，烘了有捌无？你若烘了无捌哦，有当时迄臭味吼，因为你若一礼拜的时阵就足臭啊，吼，迄臭味就会出来啊，所以吼，拢阁叫人来阁巡，像迄打桶吼，打桶规个月迄吼，迄拢爱注意，拢爱阁顺咯，所以咱这么讲到一个打桶吼。好，过来我要讲的一个语词吼，司徒的顶解捌讲过吼，啊，即马来各一遍来补充互大家吼，恁从这个语词甲记起来，就是讲吼，咱若是有直接，我这么讲吼，咱先就用华语来去做一个解说哦，啊，这么就是甲大家讲，迄款的情形，咱台语安怎讲哦？就讲吼，咱若是有直接看到尸体过世人的身体啦直接看到啊，这台语叫做见啥？见到什么？两字尔，见啥？有人会晓讲？哈？见气，讲对，见气，你若遮厉害啦，好，拢会记哩哦。好，迄叫做见气啦，嘿，见气吼。啊，见气的气免哪写？见气的气免哪写？刺激的刺啊，刺入的刺，讲对，甲你拄了迄个刺，有刺，好，还有别人认为迄个有别款的写法无？确定是迄字无毋对啦吼。见气的气就是尸体的尸，嘿，迄字呢，咱就是迄算讲一个特殊的用法，咱就无要甲读做尸是同啊读做气。你看，其实伊迄个尾音你注意听，尸体的尸迄个，你讲老师是要写实迄字因为咱台语讲尸体是写实体的，这恁要注意有无？咱定来讲尸体，有无？恁去查咱的迄个啥？台语的迄个书店尸体毋是写尸体哦，伊是写实体哦，啊，我即么从这个代志甲讲清楚，见气迄字气到底写哪一字请恁写尸体的尸，尸体的尸啊，你要顶悬写一个，我尸体的尸顶悬是毋一个安尼三画安尼啊下边各一个啥？下边就是各一个是来，咱即么先从迄个尸体的尸，我遮甲讲清楚，恁甲写出来，写喺咱的迄个班的内遮来恁先甲写出来。我即么即个咱这边都拢完全好清楚啊体死有无即个就是讲咱一般你若要写会当简略写，啊尾来说变做一个较专用的，就是你要写即个你看1932年台志大书店即个见气有无？伊就是写即个写即个嘛会使，啊是你下边要搁加一个啥？搁加一个迄个，就是咱写尸体的尸嘛是拢会使拢照会使一般是写即个啦三画即个即个叫做见气见气啊，咱迄个拄讲着伫遮补充互大家即个是见气好，来